后来真侪国家目前拢要是限制外国人来入境，那真正有紧急的需求需要来入境，必须得要附一份未感染检验的证明。所以咱的疫情指挥中心嘛有条件来开放到自费采检，但是必须得要有紧急的状况，要去印尼、越南等6个国家，才会当来自费采检。全台湾有7间的病院会当来受理。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各国航运降到低点，大家拢坚守防线，行国境正做防疫的劳动。真侪国家入境拢必须要有未感染检验证明，来确保真正身体健康无问题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为着便民，嘛有条件开放民众自费采检。不过，并不是任何人拢会当申请的，必须要是因为国外亲属发生事故，或者是重病紧急因素，会使申请入境到印尼、越南、泰国、缅甸、柬埔寨、孟加拉6国，或者是经过指挥中心同意的对象。目前全台嘛只有台大、阿东、南口中间、中国附医、成大、高雄中间、甲花莲主治7间病院会当受理。48小时之内，我们会把英文的诊断报告送出来。采检2天了后摕到报告，但这个费用并无俗，一次都要6000到1万，而且并不是嘴踢开就会当轻松采检。那个采检的试纸是需要伸进喉咙比较深一点，病人就是可能就忽然间有一个作呕的反射。牙咪签出入去嘴内，或者是鼻孔较深的所在，会真无爽快。嘛希望这项措施会当协助民众解决探亲的需求。